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请咱同齐起立，用俄罗做祭来献给咱上帝。圣殿充满俄罗。圣殿充满俄罗，我心充满平安。一路个严格，真奇妙已修饰我。俄罗亚所生命，最生命的自由，万圣殿充满了，星星夹起的我心。圣殿充满俄罗。圣殿充满俄罗，我心充满平安。一路个严格，真奇妙已修饰我。俄罗亚所生命，最生命的自由。万圣殿充满俄罗，星星夹起的我心。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因带我行正路，坎坷也变路，拢是你的保护。万人的祈祷，你听我敬选我，愿我被我的应允，一世人你为祝福，一步过一步，拢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扶着我的脚步。
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因带我行正路，坎坷也变路，拢是你的保护。万人的其中，你听我紧说我，永无变我的应允，一世人，你为祝福。一步搁一步，拢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牵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不忘的路。你听的手，牵我行一条人生路。一步搁一步。一步搁一步，拢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扶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不忘的路。你听的手，牵我行一条人生路。咱要来感谢咱的主耶稣，甘愿为着咱献上家己，这宝贵的十字架。主耶稣，我感谢你，甘愿为我献上家己，带我出路，进入光明所在，互我做得着赦免。主耶稣，我感谢你，甘愿为我流出宝血，宝血是决定，献出你的温柔，互我有悔得着失去，宝血是别个别使我忘了，主耶稣，我专心敬拜你，宝血是别叫我是你为我所设立，你听我永远拢无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甘愿为我献上家己，带我出路，进入光明所在，互我做得着赦免。主耶稣，我感谢你，甘愿为我流出宝血，宝血是别定，献出你的温柔，互我有悔得着失去，宝血是别方面使我忘了，主耶稣，我专心敬拜你，宝血是别叫我是你为我所设立。
搭来到你是阮宝座前，向你献上我感谢。你对起你跟我，也会失去关系，求助我命。主，我要高呼你生命，对大地高应应往往，你手所奇妙的行头，每每思我世间的路。主，我要高呼你生命。对大地高应应往往，主，我要学乐你，主，我要敬拜你，对大高应往。主，我要高呼你生命，对大地高应应往往。你手所奇妙的条头，每每思我世间的路。主，我要高呼你生命，对大地高应应往往。主，我要学乐你，主，我要敬拜你，对大高应往。主，我要学乐你，主，我要敬拜你，对大高应往。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何其广大，你的恩典何其美好，何其甘甜。天父，你的慈爱是从过去直到今日，直到永远。主，我们今日在这里，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聚集。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为我们的教会128周年献上感谢，让我们今日能够再次重新立志。是的，父神，我们庆祝我们教会社教128周年，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漂亮的建筑物，乃是上帝你那永不改变的爱在当中召聚我们。天父，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再次来到你面前立定心志，每一步都是你的恩典，每一步都有上帝你奇妙的作为，每一步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我们愿意谦卑在你面前寻求你的恩惠，寻求你的帮助，寻求你的连续。天父，今晚求你用你的话语，借着你仆人的话语，再次来呼召我们，让我们立定心志，如同128年前你借着马偕博士、马偕医师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天父，让我们重新能够成为一个起来回应你的人，让你成为我们最深的渴慕，让你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见证那十架的恩惠怎么样得着我们，也借着我们分享到世界的地极。我们再次为今晚献上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非常感谢上帝，今天在我们士林教会社教128周年的培灵会，我们可以邀请到曾经在我们当中实习过的葛兆熙牧师回到实习的教会来哈。刚刚听他分享，下午有很精彩的分享，下午是敬拜生命讲座，透过他的分享，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看见我们教会有许多需要被微调的地方哈。那我们很感谢神，真的是上帝自己的恩典，从台神一路我们接受很多的恩惠哈，不论是葛兆熙牧师，他说那个时候在这里一起实习的还有吴炯豪牧师哈，那他们那个时候一起布粮的同工呢，还有这个郭明志牧师哦，所以哇，原来我们是在这么多优秀的上帝的工人当中建造起来的哈，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恩典的痕迹。那
葛兆新牧师在10年前呢，在屏东和平教会做这个接任这个主任牧师哈。那我们晓得他的教会非常的有活力。如果你在屏东去过的话呢，我有进去过1次哈，在底下偷看一下这样哈，因为我听闻那边非常多年轻人哈，他们周6的聚会，年轻人平均大概有300人哈，所以这个是青少年而已哈，还不包括青年这样哈，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借着他的分享，能够再次激励我们教会。今天晚上他的主题是起来成就你的渴慕与励志，我们欢迎葛兆新牧师，我们拍手欢迎他。谢谢牧师，再次谢谢牧师邀请我，有那种回娘家那种感觉啦哈。其实不能讲回娘家，只是回到我自己以前实习的地方啊。那容让我把我的口罩拿下来哈，因为因为你们都有戴，所以我可以不用戴啊哈。感谢主。刚才我们的诗班带领我们唱的最后这一首歌，我一边唱，我到现在也可以看到我在流眼泪。因为那是我所写的第1首诗歌，大概在1995年的时候，我写的刚才的那一首诗歌，所以我第1首诗歌是写一首台语的诗歌，祝我要高久你性命。那会写那一首诗歌是有一点意外，然后因为借由这个机会，我稍微谈一下那一首诗歌。我现在让我先让我眼泪能够擦干一下。那时候我刚退伍，那退伍的时候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就告诉我说，学校有那时候我在读关渡基督书院的，现在叫台北基督学院。那他就告诉我说，学校有那个诗歌创作比赛，你要不要来参加？我说我不是很会创作啊，我也没有在创作什么诗歌啊。他说，我已经帮你报名了，不管你一定要来参加这样子。所以我回到学校复学，因为基督书院那时候是没有立案，现在是有立案。那时候没有立案，所以我是读到一半去当兵的哈。那我回来以后，我就大概用1个礼拜的时间，然后祷告寻求上帝给我感动，然后我就把当下的那种感动，就是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这个生命是你给的。我这个生命是你救的，是你从天降临，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把我赎回来的啊！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感动，把它写成诗歌，然后就依约在隔1个礼拜的，我记得是礼拜4的晚上，然后就去到那个所谓的比赛会场啊。那这个我去到那个地方，坐在底下的时候，一开头确实是一个歌唱比赛。然后就很多这个个人组的这些同学们在那里演唱诗歌，然后团体组在那里演唱诗歌这样。那唱一唱，忽然间这主持人就说：“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个朋友，然后他要有一个中场的一个表演，他要唱他的自创曲。我们欢迎葛兆新同学。”我说：“不是诗歌创作比赛吗？”然后我就跟后台讲说：“不是比赛吗？”他说：“没有，其实没有比赛，那是骗你的。”所以我就被迫在那里，好像在众人面前，然后唱这首诗歌，然后做我当兵的时候的见证。所以刚刚听了还是让我很感动，又回到那个当下的那种感受的里面。可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不要只有感动，弟兄姊妹，感动要有行动。阿们。我们要一起看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我们要从第5章看第1节到第9节。约翰福音第5章的第1节到第9节，我希望待会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你要读圣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眼睛看1遍，你用读第2遍，你读的耳朵会听3遍啊！你看你读经文，你可以有3次的机会，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让神的话语产生果效。我们一起来读，我数到3，我们就一起来读，1、2、3。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呢躺着瞎眼的、
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古卷要念，有古卷家等候水洞，因为呢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今天我的题目叫做“起来，成就你的渴慕与立志”。你有渴慕吗？你曾经有过什么立志吗？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借着士林长老教会，曾经让你的仆人在这个地方接受操练，曾经让这里成为一个训练的场域，让你训练你的工人。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128年前借着你忠心的仆人马偕博士在这里宣教，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教会。主啊，如今他依然在这个地方来传扬福音，依然在这个地方，许多的信徒弟兄姐妹在这里火热来服侍主，这里一代一代不断的兴起合你心意的人。主啊，我相信这就是你所带来的奇妙的作为。今天晚上，当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来这里只是来看看老朋友，只是来到这个地方来见过去曾经在我们这边实习的这样的一个牧者。我们是要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内心单单向你敞开。今天我们只被你的话吸引，今天我们只被你自己吸引，今天我们的生命拿到你的面前来，面对你的话，让你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在我们内心深处刺入剖开。主啊，来辨明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意念，好叫我们被你的话语给改变，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祷告，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将所有的敬拜、赞美、感恩都献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大家一起说阿们。告诉你旁边的人说，神的话要改变你的生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教会复兴的信息。我不知道当你听到我要讲教会复兴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很多人想到教会复兴，哇，听到这个名词啊，听到这个说法，我们就会感觉到很兴奋。哇，教会复兴，哇，教会复兴，哇，好兴奋啊！可是也有人其实就只有兴奋。讲到教会复兴，哇，就除了兴奋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只要讲到复兴就很兴奋，只要讲到复兴，我们就有所想象。我们可能都有我们对于教会复兴的想象，我们都有可能对于教会复兴的我们的一种的怎么讲梦想。我们认为，如果这样加上这样叫做教会复兴。如果教会里面有各样的这种乐器，哇，每个人跳起来啊，好像大家呼喊，哇，就教会复兴。我们有我们的想象，可是这个是教会复兴吗？那教会复兴要从哪里来呢？教会复兴要怎么发生呢？弟兄姊妹，我在这一堂信息以及明天的信息，其实我没有要谈教会复兴的什么策略，我没有要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我也没有要告诉大家有没有什么撇步，不是。其实教会复兴其实最不需要的，而且这个东西它往往会变成教会复兴的借口的拦阻的，其实就是借口。你是一个满满借口的人吗？过去的我是一个很喜欢找借口的人。我必须告诉各位，其实我有各式各样的借口。我在下午曾经跟大家讲，说我是牧师的孩子，所以我是 PK。那我是牧师的孩子，我从小在教会里面经历2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因为我是牧师的孩子，所以我应该参与服事。另外一个阶段是我是牧师的孩子，但是我服事的很不甘愿，因为都是我。所以我就找各样的借口，我想尽办法，我费尽了心思，我找到各种的理由，我有各样的创意的借口，
也让我不用服侍。可是我觉得很难，因为我家住在楼上，楼上一下来就是教会了，所以要不服侍很难。所以哇，想尽办法。弟兄姊妹，你也是一个找借口的人吗？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说我要来谈教会复兴，可是我不知道，当你讲到教会复兴的时候，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兴奋的。有些人他会这样讲说啊，教会复兴哦，哇，太难了，哇，不容易啊，怎么可能教会会复兴呢？哦，太难了。哦，我们在教会这么久也没有复兴啊，太难了。有人会说啊，没有了，我教会复兴我太年轻了，啊，太年轻了。你知道我最近可能有弟兄姊妹，你下午你有来，你就会看到，这个葛牧师怎么留个胡子这样啊？其实是我要提醒我自己啊，我去年开始留胡子，当然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去年疫情，大家都戴口罩嘛，那戴口罩有时候懒得刮胡子，然后久了以后就变这样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是要提醒我自己，因为我在和平教会里面，很多人看到我都说少年牧师啊，年轻的牧师。为什么会叫我年轻的牧师？或者有人说少年的葛牧师，年轻的葛牧师，因为和平教会有一个老葛牧师。我爸爸啊，我的父亲他已经在10年前退休，老葛牧师，所以他们为了区隔，就说年轻的葛牧师。可是我不年轻了。去年的暑假，我忽然间惊觉到一件事，就是我不年轻了，因为我儿子上大学了。我的儿子读大学，我的女儿再过几天她就18岁了。哇，我怎么这么老了？哎呀，我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人了，都已经这么大，你知道？可是以前我都常常每次讲到教会复兴，我就想啊，我太少年了，我太年轻了，我没有经验，我太嫩了，怎么可能是我？或者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人，当你讲到教会复兴，你会说哦，太年轻了，怎么可能是我？或者也有人这样讲说，没有，我是初信者啊。我才刚来的，哎呀，我刚刚信耶稣，怎么可能是我？怎么可能教会会复兴？怎么可能教会复兴跟我有关系？我是初信者，我没有信耶稣很久。或者也有牧师跟我讲说，葛牧师，不是我不愿意，但是我教会经济不太好啊。好不好？帮我转向旁边的人说，你最不需要的就是借口。今天的这一个，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一个神迹啊。这是一个神迹，可是我不要你看这个神迹，看完以后说哇，耶稣好棒棒，哇，耶稣能医治人，哇，耶稣能做什么？其实圣经里面只要这个记载一次耶稣有医治人就好了，那为什么要记载那么多次？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记载，其实它的重点不在耶稣能医治人。我要你在今天你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要把重点看到那一位被耶稣医治的人。今天这个神迹的现场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毕士大池。我们大家说毕士大，你知道毕士大是什么意思吗？毕士大的意思啊，它叫做仁慈之家。那可能你会开始想象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叫仁慈之家？因为这个地方很仁慈，因为这个地方对人很好啊。对，没有错哦。因为这个圣经记载说啊，这一个毕士大池啊，它的四周围都有走廊，而且池子的中间也有一个走廊，哇，把池子隔开，所以呢，圣经才说它旁边有5个廊子，哇，有5个走廊，加起来，他就这样算了哦。那为什么叫做仁慈之家？因为那里可以接纳许许多多害各种病的人，啊，各样的生病啊，其实都可以来。然后呢，哎呀，这个各样的病人，比如说要瞎眼的啦，比如说这个盲朋友啊，瘸腿的啦，啊，比如说没有办法讲话的啦，比如说啊他的手啊怎么样啊，血气枯干的。那也有一个说法说，当人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哇，他供你在那个地方，在那里啊可以睡觉，然后有人帮你煮食啊，煮米给他火力架，煮东西给你吃，哇，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地方，然后所以叫仁慈之家。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大概这样生病的人，没有地方去调养，没有地方去这个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这种安养中心啊，或者是什么护理之家啊，没有这种东西，就大概他就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好，那来了哦，那到底这个池子有什么特色呢？其实它是一个蓄水池啊，
蓄水池。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特别你去到耶路撒冷，一定会有导游会带你去看一些蓄水池，会带你去看一些所谓的下水道啊，因为那个时代其实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来收集他们的这个饮用水或者灌溉用的这个水，储存这个水。那这个水池呢，就是用来储存雨水以及地下水之用。那如果只是这样，其实那里到处都有池子，很多这种池子，所以这也没什么好怎么样的。我这2天我听说这一个桃园有1000个蓄水池，哎，你有想象过吗？哇，我没有想象过说，哎，这个桃园世界上有1000多个、上千个这样的一个蓄水池，哎。好，那这个蓄水池有什么特别？很特别，就是当时有一种的说法，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那这个记载，你现在看和合本圣经，它用一个括弧讲说有古卷这样讲，代表古抄本里面有记载这件事情，就是说人们认为天使他会按时下来做一件事，叫做啦啦哩啦啦，跟我讲一遍。什么叫啦啦哩啦啦？他会下来拉那个什么池水，他会下来搅动那个池水，所以当天使下来啦啦哩啦啦之后，哎，这水要开始动啊。水动的时候呢，哪一个人先跳下去啊？哇，那个人不管得什么病，哇，立即就痊愈了。哇，真的实在是 magic， 哇，真的实在是哇，真的好神奇哦！哇，这个叫水动啊，它就能够这样。可当然，这个说法它是一个传说啦，因为其实这个人们的这个就都这样讲。可是经过学者的研究，因为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池子的底下。它是一个地下水泉，所以它是一种类似间歇泉的东西，就它会按时候，它就会冒出水来。那当然冒出水来，它就会搅动啊。所以这是一种的这种这个自然的现象。那当然当时人就会说，哎，它动了哦，一定是天使下来，所以人就这样跳下去这样。可是那只是一个传说啦，我要大家知道就好。可是不管如何，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今天来到当中。大家说耶稣来了，耶稣来了才是重点。所以那个地方是不是地下水泉，是不是会冒水，是不是会有泡泡，这个不是重点。可是今天耶稣来了，而且耶稣来了不只是来，耶稣去遇到一个病人，其实那里很多很多病人的，可是耶稣却遇到一个病人，然后呢，他好像医治了这个病人。当然，我们的重点我刚刚讲，我不是要摆在说哇，耶稣好厉害，好棒棒，耶稣能够医治，哇，耶稣能够行神迹，不是，而是我们从这个记载里面，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病人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借口。这个病人他的反应，这个病人他的思维非常的严重。比他的疾病还要严重。我再回到我的前言，我的前言讲到说，我今天要讲教会复兴。其实提到教会复兴，会很多人兴奋。我在我自己教会里面，只要讲到教会复兴，会有很多年轻人有反应。我不管是在我的营会里面，或在我的教会里面，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聚会里面，只要我问年轻人说：“哎，你渴不渴慕教会复兴？”哇，渴慕的举手，他们都会举手。会有很多人举手，他们甚至会站起来，他们甚至会过来说 ：“Yes， 阿门。”可是弟兄姊妹，在我牧会这些年，我2000年的时候神学院毕业，到我牧会这些年，我有一个发现，那个发现就是说，绝大部分举手的人只有举手。什么叫做绝大部分的人只有举手？就是除了举手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哇，你要不要教会复兴？哦，愿意。你要不要成为未来的领袖？哦，我愿意。你要不要成为这个教会复兴的 key person？ 哦，我愿意。你要不要成为神国度的得胜者？哦，我愿意。但是就是举手而已。举完手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唯一发生的就是气尾生，手会酸，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就没有了。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你，我花在这些年来，
这21、22年来，我花最多的精神、最多的精力、最大的功夫，就是帮助人们除掉一个东西，叫做除掉借口。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借口，不去行动，这也就造成今天教会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有几件事情来挑战我们，来看看我们，就好像我一开始的祷告，把我们自己带到上帝的话语的面前，来让神的话语来处理我们，来刺入剖开，看看我到底真的还是假的，我是真的立志，还是立志给人家看的，还是我是一个满满借口的人。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一看的，就是到底什么叫做立志？什么叫做立志？我问你啊，你有立志吗？我们常说，牧师我有啊。上次营会的时候，我有出来啊，这个我知道。我们当有一些人参加过维克特的传说啊，维克特传说以后，我有把我的心愿卡交给我的牧师啊，我有把我的心愿卡交给我的传道。其实可能年轻人都有交心愿卡，我有渴慕，我有立志，我有。那我就要问，那什么叫做你的渴慕跟立志？你说，牧师，你看我举手，你就知道我有？不是哦。我要跟大家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态度和行动，才真正的定义我的渴慕跟立志。我的态度和行动才是真正定义我们的渴慕跟立志。换句话说，你的渴慕跟立志是什么？由态度跟行动定义的啦，不是由你嘴巴讲定义的啦，不是由你有没有举手来定义的啦，是由你的态度跟你的行动来定义的。所以第一点，我们的态度与行动定义我们的渴慕与立志。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5节到第6节，这里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了。哇，我不知道，但大部分的这些年轻人坐在第一排，这些年轻人，你们都还没出生啊，对不对？38年前还没出生，你们没有那么长，对不对？哇，38年前我也才10岁而已啊。但这个人病了38年，然后记载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假奇怪，有些病了很久的人，你看得出来呢。我去医院，然后探访会友，我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医院禁区里面，有些生病生很久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因为他有生病很久的样子，对不对？那种可能慢性病啊，或者躺在病床上躺很久，其实你看得出来。我在上个礼拜天的下午去看一个我国小老师，哇，他躺在床上躺很久，看得出来。他看到我很高兴，想要起来，但他没办法起来。他还好，他的床是有电动的，他就起来了。哇，就跟我聊聊天，那我就跟他讲话。然后他很痛苦，他看到我来很高兴，他说：“你来太棒了。”但他的脸是这样，因为他病很久，很不舒服。他要讲太棒了，讲得很痛苦这样。好，这边说这个人躺着，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然后耶稣问了话。其实你只要看，你看圣经哦，你要仔细看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问什么。耶稣问他一句话，叫“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让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如果你必须要闭上眼睛才能想象，那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境。哇，一个大大的闭室大池，5个廊子，哇，里面躺着各式各样的人，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哇，这个100的，然后在那边然后躺在那边一直躺着，这样的人，你想象到了吗？那个样子后，你大概知道，哇，慢慢，然后在那旁边，你在想象当中，你试着要走过去，你要哈过去那些人，对不对？这样走，大概就是那个样子。这里面躺着的人，或者不一定躺着，有的人可能坐在那边聊天，有的人站着，有的人在吃东西，等等啊。但是在闭室大池里面的人，有几个共通点：第一，他们都有得痊愈的需要，对不对？是不是？不然干嘛去那里？谁会去那里？生病的人。为什么他们要去那里？因为他们认
如果天使下来做什么，啦啦哩啦啦，谁先跳下去就可以得医治。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得痊愈的需要，所以聚集在那个地方。大家说得痊愈的需要。可是第二个，就是这些人，他们都在做什么？做一件事叫做等候水动。换句话说，他在等一个机会。他在等一个机会，什么时候水动？哇，谁先跳下去，谁就赢了。所以只要水忽然间有一点那个动作的时候，就大家开始怎么样？准备要先跳下去。有时候可能是不小心，旁边的人东西掉下去了，扑通啊，想要跳，结果发现没有继续动，那个就不会好。大家在等机会，所以两件事哦，第一都有得痊愈的需要，第二都在等机会。好，我们回到那一个人，被耶稣遇见的那一个人，后来被耶稣医治的那一个人。我不知道当你想到那一个人，你有没有感到惊讶？我感到非常的惊讶。怎么样惊讶？就是他在那里，圣经说他病了多久？38年。然后他在那边躺着，耶稣看他躺了好久，知道他病了很久，一兜底下躺在那个地方38年，只为了一件事情，只为了等一个得医治的机会。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奇怪，你怎么会躺在那个地方？弟兄姊妹，我是怎么想，你知道吗？我第一天去啊，哎呀，有这个机会，第10天了，我还没得医治，第1年了还没得医治，我就离开那里了，是不是？你要躺在那边继续等吗？第1年没有得医治，第2年没有得医治，第10年没有得医治，第20年没有得医治，第30年没有得医治，第38年还没有得医治，还躺在那里，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所以耶稣也感到很惊讶。耶稣看见他躺着，你看第5章第6节，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觉得耶稣这样问有没有道理？你觉得我们需不需要问病人你要痊愈吗？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是一个医生，我今天去，我是住院医师，然后今天我去巡病房，我来巡病房，走到这边看第一个，他有这个心脏病，有什么病？然后我进去里面看他，你好啊，好啊，今天怎么样啊？你要痊愈吗？你觉得会怎样？如果我是家属，我会怎样？你知道吗？打下去，我要痊愈吗？开玩笑，不然我是要怎样？如果有一个医生，然后病人来看医生，挂号，挂了30几号，然后轮到他一进来，那个医生看到他说：“你想不想好啊？你想好还是不想好？”你觉得我会怎样？我会离开那里，我很生气啊！你是医生，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我来看病就是为了想好，不是吗？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有啊！你怎么可以问一个病人你要痊愈吗？你怎么可以问一个病人你想不想要好起来？你不应该这样问，因为我们都认为病人就是想要得医治，哪有人不想得医治的？好，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耶稣要这样问？耶稣会这样问，因为耶稣看不出来，因为耶稣感受不到。你是真的要得医治还是假的？耶稣当然知道每一个来到毕士大池的人都要得医治，不然干嘛来？没事的人不会来毕士大池，各样疾病的人才会来毕士大池。但是耶稣去到那边看他躺在那里，问他说：“你真的要得医治吗？你是真的吗？”耶稣其实是这样在说：如果你想要痊愈，如果你想要得医治，为什么你会躺在这里？什么叫躺在这里？叫做态度很消极啊！他就只是做一件事，什么都没有做，其实他就是等着奇迹出现。我就是等奇迹出现。弟兄姊妹，这是许多基督徒今天同样的问题。你想不想要教会复兴？想。你真的想吗？他就在等奇迹出现。教会复兴就等啊。
然后等完以后，我们就很生气，上帝你怎么都没有复兴我？曾经有牧者同工问我，私底下问我说：“葛牧师，你有没有觉得上帝很不公平？”我说：“怎样不公平？”他说：“你看韩国教会，韩国教会好复兴哦，哇，你看哇，美国教会美国教会复兴。”啊，你看新加坡新加坡教会复兴啊，所以我们都去韩国组团去韩国参观啊，我们组团去美国参观啊，我们组团去新加坡参观，我们组团去哪里参观啊？怎么台湾没有啊？啊，我们等好几年了，我们等几十年了，怎么都没有？弟兄姊妹很奇怪啊，为什么我们要等奇迹出现？我们可能在一个教会里面等好久，怎么都还没有复兴呢？怎么复兴还没有轮到我啊？怎么上帝的眷顾没有轮到我啊？那我们态度其实很消极，我们就只是等奇迹出现。这是第一个耶稣问的问题。耶稣第二个，他的心大概是这样想说：你到底要不要痊愈？如果你要痊愈，那么你所呈现出来的为什么会是长久的软弱？因为圣经说他病了许久，这个病。它原文的意思不见得是指他生病很久，是指他长久的软弱。怎么软弱这么久？我怎么第一年看你这么软弱？为什么5年后看你还是这么软弱？为什么20年以后看你还是这么软弱？弟兄姊妹，这确实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我是不是呈现出一个软弱的样子？我有没有呈现出软弱的样子？我知道有许多的牧者，他们每一次聚会前跟聚会后，他们会在后面或者外面的地方跟弟兄姐妹打招呼。哎呀，很高兴看到你呀！哎呀，哇，你今天有来哇，非常高兴，非常棒啊！哎，你今天气色不错哦，哇，欢迎你，欢迎你。然后聚完会就说：今天怎么样啊？不错哈，啊，很高兴看到你，下礼拜要再来。牧师很有爱心。只要哪一天稍微一点，今天哎呀，跟这个人打招呼忘记跟他打招呼，哇，就有人怎样？起膜坏呀，起膜坏，他就不说了。牧师，我眼睛长在头上，这个礼拜没有跟我打招呼，下礼拜我不要来了。有够软弱，有够软弱。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怎么不是每个礼拜你来主动找牧师？牧师，哇，很高兴能见到你啊！我期待今天你要跟我分享上帝的信息。聚完会说：“牧师，哇，今天你的信息改变我的一些想法，让我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变。”应该是你要去追着牧师，然后跑去牧师那边跟他讲话，而不是那边等着。牧师怎么没有跟我打招呼啊？你没有看顾我，这不就很软弱吗？这态度软弱，长久软弱。第三，耶稣其实是在问说：为什么你光是等候水动就能等38年？哇，你太厉害了！你等水动会等38年。我觉得台湾人很会等屏东有一家在卖那个 cheese cake， 哇，那家店啊，它是预定的。每次去到那个地方你没有先预定，你买不到。如果你要买，你要等，就一堆人在那里等1个小时也在等等2个小时也在等台湾人有一种等的文化，对不对？所以有一种那个职业叫帮别人等，帮别人排队，有没有？彰化也有啊，嘉义也有好像各地可能都，我不知道士林有没有啦。我记得我在当成学生的时候，有一家上海生煎包，哇，很多人在那里等。然后有一次我在士林实习完要上去，那时候都会有那个学长会打电话下来，赵先啊，帮我包几两生煎包起来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记得要上去然后去到那边，哇，排太多人了，他隔壁还有另外一摊没什么人，我就买另外那一摊，然后就买了拿上去，然后那学长一吃，哇，做喝价呢，哇，是那一家吗？我说对，其实他吃不出来我今天在这里来到这个地方要告解一下，我曾经骗过我学长。哇，我们有那等的文化，结果我们光等父亲等这么久，还在等哇！弟兄姊妹，你的渴慕跟立志到底是什么？让我告诉你，渴慕立志不是由你的心愿卡来定义渴慕立志。哇，现在做事业牧师，我立志，我从今以后要怎样？我立志，我从今天以后要怎样？然后立志只维持半小时，聚完会结束就没有了。
出去到外面就没有，就把它忘掉了。不是由心愿卡来定义渴慕立志，而是透过你的态度跟你的行动啊。所以，如果你渴望做一个得胜者，你的态度跟行动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渴望成为新时代的一个使徒，你的态度跟行动是什么？如果你渴望委身教会，你的态度跟行动是什么？再一次，你的态度跟行动不是透过你的心愿卡来定义，而是透过你的态度跟你的行动来定义你真正的渴慕跟立志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回过头来看毕士大池里面的这个病人，他所呈现出来的态度就是长久的软弱，他的态度就是消极，他就是毫无行动。更糟糕的一件事，他竟然可以忍受自己不改变长达38年。哇，真的是要给他拍拍手。你没有改变38年，你还能够忍受？你知道我们对谁最有耐心？我们对很多人没有耐心。我们对于我们的朋友没有耐心，我们对于我们的父母没有耐心，我们对于店家我们没有耐心，我们可能搞不好对于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长老执事没有耐心，可是我们唯独对自己超有耐心。我们可以忍受自己不改变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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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记第2章14节，哇！我看到这段经文吓了一跳。这说，自从我们离开加底斯巴尼亚，直到我们过了撒列西的日子，共有38年。等到那世代的战士都从营中灭绝为止，正像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一样。这是讲什么？讲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年日。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有一个目标，要进迦南的。可是呢，他们不是出了埃及以后就很顺利走，然后进迦南，没有，他们在旷野绕啊，东绕西绕多久？38年，就跟这个病人一样，没有任何的进展，看起来好像有在前有在走，但都没有在前进，因为他们都原地绕，一直到约书亚来把他们带进迦南。那同样，这个人也是一样啊，一直到新约的约书亚，就是耶稣啊，同一个字啊，来把他带进离开他生命里面属灵的旷野，这个人才得医治。所以再一次回来，第一点我们讲到是什么？我们的态度与行动定义我们的渴慕与立志。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渴慕，你真的有立志，好不好？把态度跟行动拿出来啊，把它拿出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我们当然要有态度跟我们的行动，可是其实有一个东西，它会毁坏你的渴慕跟立志。哇，我渴慕要这样，我渴慕要那样，可是有一件事情，它可能会毁坏你的渴慕跟立志，是什么呢？就是第二。闪躲、逃避自己的责任，将会毁坏你的渴慕与立志。闪躲、逃避责任，你是一个尽责、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吗？还是每次责任一来，你就像在玩躲避球一样闪躲它、逃避它？小心，它会毁坏你原本的渴慕跟你的立志。我们来看第5章的6到8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耶稣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人怎么回答呢？那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去，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当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其实我觉得这个问法蛮扯的，对不对？刚刚我们有讲过啊，你不能问一个病人你要痊愈吗？可是耶稣感受不到啊。好，耶稣问了，那耶稣问了，这个病人应该回答。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刚才你读的经文里面，他根本叫做答非所问，对不对？
因为耶稣是问什么？你要痊愈吗？他的回答只有2种：要或者什么不要。你要痊愈吗？哦，我要啊，当然要啊。这一种嘛，一种啊，不想啊，我在这边很好很好啊，仁慈之家，有的住，有的吃啊，有人照顾啊，很好，我我不想痊愈。你知道有一些人哦，关在监狱里面，你想不想出狱？不想哎，因为我想吃免费的饭。哦，出去外面还要赚钱啊，我在这边很好，哎，他可能不要。可是他答非所问，他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那他到底回答些什么？我们要再一次来看。来，我来看第7节啊。他说：“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你看到了没有？你要不要得痊愈？”他说：“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你要不要得痊愈？”哎呀，怎么问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不在我。耶稣是在讲说：“哎，那你到底做了什么？对不对？你的态度跟行动是什么？”他说：“啊，我是没有人把我放下去啊！你们都要怪这些人呐、啊，没贴心，没有爱心呐、啊！我是病人呢。哎，其实那里每一个人都是病人。可是我想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不是我的责任，是没有人把我放下去。”是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我原本想要下去，我想要走，走过去，别人先跳下去了啊！不能怪我，在这里38年呐、啊。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他在干什么？他说38年，我38年来，他每天就讲这个就赢了呢。第一天，我个人认为啦，这个问题如果第一天我觉得有道理，因为刚来嘛，菜鸟不知道规矩呀、哦，刚来不知道要赶快跳下去，所以唔知道规矩，不知道规矩，所以哎呀，不要这个噗，哎呦，怎么会这个起泡泡啊？就有人跳下去，说问一下，他们为什么跳下去？因为谁先跳下去，谁就得医治。哦，这样明天我就知道了，所以他就在那里等。应该这样，可能第一天还没有，可能第2天还没有，可能1个礼拜内还没有。我觉得如果是这样，说得过去。可是多久？38年，38年，一直在那个地方没有得医治。耶稣问说：“你要得医治吗？”他竟然还敢讲说：“没有人把我放下去，我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其实他这句话是矛盾的。没有人把我放下去，他认为应该别人把我放下去。可是我想去，我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代表其实他是可以下去的，因为他想要去的时候啊，他跑不赢人家。所以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就是每一天，大家说每一天，来跟我讲一遍每一天。我们大家说习惯性，他每一天习惯性的闪躲、逃避自己的责任，这就是他的问题。每一天，他每一天有人跳下去啊，你都没人搞我用了。然后每一天他想要去的时候，有人先跳去啊，你都比我大声了而已。38年，所以我说逃避、闪躲自己的责任会毁坏你的渴慕跟立志。其实他刚来毕士大城是有渴慕的。他刚来毕士大城是期待得医治的，38年后，每天做的就是逃避、闪躲自己的责任。来，我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很简单。在这个故事里面，谁要得医治？就那个人啊。当然，每个人都要得医治，可是在耶稣的这个 case 里面，谁要得医治？这个人啊。好，那谁该负责任呢？他自己啊。就他要负责任，不然谁要负责任？弟兄姊妹，同样，你的生命要改变，不是别人的责任。我们最常讲就是牧师，你有没有改变我？传道，你有没有来改变我？上帝，你有没有来改变我？你想要有没有这样想啊？你想和我们搞上帝讲，上帝你不来改变我，他会来改变你。但让上帝改变，倒不如自己先改变。
因为让上帝改变很痛啊。你的生命的突破，教会的复兴，不是别人的工作啊。如果这是你的渴慕跟立志，那你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当地的传说，我们回来看，因为圣经有特别刮胡讲到这件事嘛。当地有一个传说，天使会按时下来，啦啦哩啦啦，然后搅到那个池水，哎呀，谁先跳下去，谁就得医治了。好，那我们就来帮他算一算啊。如果一天有一次机会，我们是说一天天使下来一次，一天水会冒泡泡，一天只有一次，哇，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水会这样子抖动的话，不算闰年，一天一次，38年乘以365，就是13870天。换句话说，他错过13870次的机会呢。可是弟兄姊妹，如果加上闰年呢，各给10天啊，13880次，这一个人错过13880次的机会，还在说没有人把我放下去，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你跟你旁边讲说，这个人嘛，差不多嘞。对不对？不是1、2次，是13870次。我有一次在我的教会推一个灵修祷告啊，我说我们用100天，我们用100天来，大家每一天灵修祷告，然后就告诉弟兄姐妹，你可以花100天建立你的灵命，每一天来读经。每一天来祷告，你会建立你的属灵生命。可是你也可以浪费100天，来什么？掏空你的属灵根基。看你是要建造根基，还是要掏空地基？数载力算。即使牧师这样讲，有没有每一个人每天都来读经祷告？没有。然后没有以后就说那我时间啊，我很忙的啊，其实我弄的都很简单。一天只要读1章而已，其实很短。我就问他说：“你说你没有时间啊？你吃饭的时候总要等餐吧？”有啊。你有等公车吗？有。你有等上课吗？有。餐还没有来，你在做什么啊？滑手机。我说对啊，你可以滑到圣经啊。现在圣经也是，因为以前都说翻开圣经，现在很多牧师都说滑开圣经，对不？那你可以滑一下，你可以看一下。你说在外面呢？外面为什么不能看？谁知道你在干嘛？你每次不是看手机的时候说不要别人看，对不对？你可以看啊。你说可是你牧师你说要祷告，对啊，你就是谢饭祷告长一点嘛，对不对？可不可以？可以啊。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年轻人谢饭祷告1秒钟，有一次看他们在外面，然后谢饭祷告好了。我说你是讲啥？亲爱的主耶稣，没讲的就刷。13880次的机会。可是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这一个人他瞎眼，这一个人他贫穷啊，这一个人是个乞丐啊。当耶稣来经过他的旁边的时候，只有一次啊，而这一次他就抓住机会。你来看马可福音10章46到52节，这里说耶稣去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他来了耶利哥，然后要离开了。这是耶稣受难前1个礼拜前发生的事，所以那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机会。这个人，然后那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他坐在路旁。你看，注意看圣经说，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许多人责备他，不要出声音，他却越发大声喊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
圣经说，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去叫那个瞎子，对他说：“放心啦，起来。”他叫你的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走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你注意看这段经文讲什么？讲说这个瞎子、乞丐、巴底买，他听见，他喊叫。很多人责备他，他就越发喊叫，他就丢下衣服，他就跳起来，他就走到耶稣那里，他就告诉耶稣：“我要得医治，我要得看见。”就是他，他没有说：“哎呀，帮我叫一下。”耶稣经过了，帮我叫一下啦，啊，帮我喊一下啊，帮我叫耶稣来了。没有，都是他。他自己喊叫，他自己抓住，他自己丢下他的衣服，他自己摸，跑到耶稣那里，他自己亲口告诉耶稣：“我要能看见。”这是一个极强烈的对比。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愿意在你的生命为你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其实耶稣才能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阶段来帮助你、扶持你、兴起你，使你经历突破。这一切的一切，是你要愿意负起责任来。如果你没有负责任，你没有要为你的生命负责任，你若有似无，你没有关系，你不要不紧，其实什么都不会改变，什么都不会改变。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让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从刚刚到现在告诉你2件事，因为我每次问人家说：“哎，你有没有渴慕你生命要改变啊？哎呀，你有没有立志说你要成为什么啊？”哦，有，哇，都会举手，可是都是只有举手。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第一，我们的态度与行动才是定义我们的渴慕与立志。它不是由别的东西定义，不是由你有没有填写心愿卡，不是由你有没有缴交什么东西给你的牧师，不是，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你到底你的渴慕跟立志，你透过什么行动去成就它？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同样要问教会，就是你真的渴慕复兴吗？你真的渴慕你的教会突破吗？你真的渴慕福音能够传遍吗？弟兄姊妹，福音要传遍，不能用想的，要用做的。要把福音传开，不能放在脑子里面，要放在行动上。第二，我们的闪躲跟逃避自己的责任，它会毁坏我们的渴慕跟立志。不管你再怎么渴慕，再怎么立志，如果你一再的为你的生命闪躲，你一再为你该负的责任逃避，什么都不会发生的，甚至你的立志会慢慢的消退。就像这一个超夸张的人，失去13880次，还在把责任推给别人。而最后，到底什么事情会成就你的渴慕跟立志？到底怎么做会成就你的渴慕跟立志？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5章8到9节。约翰福音第5章8到9节。这一个人，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他躺在那边，然后耶稣来了，然后耶稣说：“哎，你要得医治吗？”没有人啊，就有别人啊。讲完了以后，我们都说：“哎，这个人后来得医治了。”可是有吗？耶稣有用什么方法医治他吗？耶稣有没有为他祷告啊？耶稣有没有说：“来，眼睛闭上，眼睛闭上 ，Close your eyes， 见证奇迹的时刻 ，1 2 3 magic， 哇，好了，是不是这样？跟你旁边讲说，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那耶稣到底说什么？耶稣说：“放心啦，我会医治你，是不是？”没有，耶稣其实有点生气，起来，拿你的褥子走。耶稣是把他赶走。然后那个人就怎样，立刻好了，然后拿起褥子来走。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其实在这里，耶稣有3个命令的动作，先把它写下来，叫做起来、除去、离开。这3个动作将成就你的渴慕与立志。把它写下来，起来、除去、离开，将成就你的渴慕与立志。起来、除去、离开，将成就你的渴慕与立志。因为这个人来到这个地方是渴慕要得痊愈的。这个人刚来的时候是他有立志说，哇，来这边我要好，然后回家。他应该是这样告诉他的朋友的，但是一来就住在那边了，一来就习惯那里，一来就靠着仁慈来过生活了，这就是他的问题。所以你最后你要看到耶稣，其实耶稣没有给他医治啊，没有医治行动啊。其实我可以这样跟弟兄姐妹分享哦，我查考圣经，发现耶稣在医治人哦，都用不同的方法，而且绝大部分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真的哦。我们的想象就是说，耶稣应该会拿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拿个十字架，哇，医治；或者拿个圣经，哇，就医治；或者是耶稣，哇，这个手动一动就医治；或者耶稣，哇 touch， 就得医治。我们都以为是这样，对不对？就像我们在一些那种神迹那个布道会看到的那些人一样，我们都以为耶稣是那样，但耶稣都没有那样过啊。我发现耶稣常常把人家赶走，人家就得医治了。所以常常这告诉我们什么？不得医治的原因出在人，出在没有行动。这个人毫无行动啊，这个人在那里等啊。我说他等机会啊，我说这个人不负责任啊。所以耶稣就给他3个吩咐，3个行动的吩咐。第一个吩咐叫做起来，起来。我告诉弟兄姊妹，今天如果耶稣在我们当中，他第一个吩咐叫做起来。我感受耶稣来到教会是要叫信徒起来。耶稣来到教会不是要叫信徒坐在那边等我行神迹，等我让教会复兴，等我把得救人带给这个教会，等我行神迹奇事，让你的教会哇size 2倍大，不会这样啊。上个礼拜我们献堂在隔壁是怎么样来？过去这几年每天你们就睡觉，睡一睡，忽然间早上起床，哎呦，起这大惊哦，不是这样发生的嘛，对不对？如果是的话，我应该在南部组团上来参观。但是不是这样发生的？是什么？大家奉献了，大家努力的找建筑师，然后把它盖起来，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每个礼拜来做礼拜，看到它就从一砖一瓦就慢慢就这样盖上来，是不是？是吗？但为什么就是教会界通常对于复兴这件事就是等，就等啊，什么时候复兴？什么时候轮到我？什么时候上帝的眷顾的眼神落在我的身上？哇，我的好听啊！甚至有弟兄姊妹或者一样当同工的牧者，私底下这样跟我讲说：“公牧师，你们怎样？哇，每个礼拜祷告啊，我每个礼拜祷告求上帝复兴我的教会，每个礼拜祷告求上帝复兴我的教会。我祷告10年了，上帝没有复兴我的教会。”我就问他说：“那你除了祷告之外，你还有做什么？”他说：“祷告最重要。”我说：“对，我相信，我也承认。”我也认为祷告最重要，可是祷告完了之后呢？祷告完之后呢？祷告完之后，那就是上帝的事了啊。我说谁告诉你的啊？不然你以为屏东和平教会那年轻人怎么来的啊？苦过来，爬过来，一个学校去接触的呢。你以为就是我们老葛、小葛在教会里面祷告一下，忽然间眼睛睁开，哇，年轻人就来，代志都不是安尼发生的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奇怪的盲点。我们以为只要祷告就好，谁告诉你只要祷告就好？初代教会怎么复兴的？只要祷告就好？不是祷告是基本的祷告完要做什么？要去成就它。祷告完要去传福音。祷告完要什么？努力的去领人归主啊！因为你祷告过了，所以祷告完了就要带着能力去做啊！哇，这个很重要。所以第一件事情叫做起来。耶稣讲起来，其实这个字有很多的意思啊。如果你去查考它的原文，你发现它有其中一个意思叫做醒悟过来，或者叫做醒起来，起来，
可能 maybe 有一些年轻人会说，这好像我妈妈每天早上跟我讲的话呢，起来了啦，几点了啊？公车来不及了啊，或校车来不及了。我每天早上都会做这件事，因为我都蛮早起来了嘛，我6点就起床，然后我起床就会做一件事，去敲我女儿的门，因为她坐校车，叩叩叩，她说我说你等一下6点半搭校车哦，我要把她叫起来，醒过来，不要再睡了，不要再做梦了，你要醒过来，醒悟过来。起来，发现说，我这么写安呢，我应该要怎样？我应该要做事，应该要起床了，应该要起来干活了，应该要开始做正经事业了，应该要开始去传福音了，应该开始去读圣经了，应该要开始去参与侍奉了，要醒过来。第二个，它叫做觉悟，你要觉悟啊！这是你的责任哦，你要觉醒，要觉悟哦，你不要在那边等哦。你不要以为是这个别人要把教会复兴做好送给你，不是哦，是你要觉悟哦。第二、第三，它叫兴起，是你要被兴起来，是你要被兴起来。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啊，每次老师啊，我数学老师每次说，这一题来谁要上来解答，然后我们就开始很多同学就坐在比较后面就开始这样。我们在做什么，你知道吗？在闪，前面有坐那个人都在那边，那老师看不见，没有，老师会说，你起来，你要兴起，你要承担啊，兴起，主啊，兴起我，兴起我来，现在是我们的时刻，现在是我们该起来的时刻，哇，这个好重要。我有一年。大概7、8年前，去韩国，就是在赵雍基牧师还没退休前，我去他的教会去参观、去观摩。然后我要去的时候，哇，我们很多牧师一起去。然后要去的时候，就带队的就跟我们讲说，你等下你会发现我们要参加4点半那一场的这个清晨的祷告会，4点半。然后这个其实帮我们安排的那个牧师人很好啊。他让我们住的饭店在他们教会的对面所以没看你炸起来啊然后就4点半要去参加那个祷告会，哇，我们就是要走过去，指挥交通的啦，招待的啦，在里面服侍的都是年长的老人家。然后这个牧师就带队的牧师就说，你看，哇，做甘心妹呢，你看他这个年长的老人家在那里服侍啊。然后后来呢，这个我们礼拜天也参加他们的主日的礼拜，发现哇，每个服侍都老人家，哇，很多老人家参与服侍。可是当我们这个聚完会有一个时间跟他们的牧师这个坐在那边分享的时候，他们牧师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他们现在最苦恼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年轻人出来服侍。很多老人家在服侍。就会产生一个年轻人觉得反正有人服侍了，来教会都有别人服侍了，那个谁在那里服侍那继续做就好了，你有那个谁在服侍继续做就好了，等以后我老了再说。不是，你要兴起，说上帝要兴起我，上帝你过去兴起这些人，你每一代都兴起人，来到我这一代，你兴起我，所以你要醒悟过来，你要觉悟过来，你要兴起。然后它还有个意思，代表聚集你所有的精神呢，聚集你所有的精神，因为你躺在那边，你要聚集你的精神，你才会站得起来。通常你早上要起床的时候，你要聚集你所有的精神，你才会起来，不要涣散了。如果你真的有渴慕跟立志，主啊兴起我，主啊使用我，你要聚集你的精神。我要付代价。我愿意读圣经，我要常常祷告，我要委身来参加聚会，我要投入来建造教会，要聚集你的精神，而不是有形无体人又来，然后人来住在这个地方，然后无精打采，然后这个地方好像一个躯壳一样，然后你的精神在哪？我精神在我家的床上，没有聚集你所有的精神。所以这是耶稣给他的第一个吩咐：起来，起来，因为这个人一直躺着。
所以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同样今天我要问你，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的渴慕跟你的立志，你起来？你愿不愿意起来？这第一个。第二个，耶稣的吩咐，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第二个叫做拿，可是这个拿它是中文的和本，我个人认为比较过多一点的翻译，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把他其他的意思给翻出来。其实他的意思不是拿，因为当我们讲拿，我们以为是带着走，可是其实他原文没有这个意思，他原文是除掉啊，除掉你的褥子，或者挪去你的褥子，把它拿走。所以如果你要讲拿，叫拿走或拿去丢啊。你不需要那个东西，你不要再有这个东西，你不要再躺在褥子的上面。弟兄姊妹，你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特别在福音书啊，你会常常看到褥子，对不对？有没有？你有没有常看到？有啊，有一个摊子，4个人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有没有？打开屋顶，把那个人连同褥子垂下来。你什么叫做褥子？褥子是生病的人或者乞丐才会用的，他用来躺在地上的垫子。健康的人不会躺在褥子啊，他会躺在床上，他不会铺一个褥子。所以病人铺褥子，乞丐躺褥子。所以，耶稣在讲什么？把它除掉，把它挪走，你不再需要它。换句话说，你要把褥子叫做旧生命，把你的旧生命给除掉啊！你不要说啊，我得安呢啊，我就这样啊，我就继续啊，躺在这里，我就继续靠着这。不，如果你要得医治，你要把象征生病的褥子除掉。如果你渴望被神复兴，你要把象征软弱的褥子拿掉。如果你渴望你成为上帝所兴起的这个关键的人物，不好意思，把你的旧生命给拿掉。这个不只是旧生命，这也是一种羞耻。这是一个羞耻啊！一个病人才躺在那边，乞丐才躺在那边，你不是。你的未来没有要继续当乞丐，你的未来没有要继续当病人，你的未来不会继续在这一个地方，把它除掉。各位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渴望教会能够复兴，如果你渴望你成为教会复兴的关键人物，你一定要面对你自己旧生命的问题。你一定要回过头来面对，到底我有什么是应该除掉的？到底我有什么是应该改变的？这一个人因为有那个褥子，他所思所想就跟个病人一样。这我是软弱的，我不可能靠我自己得医治啊！我要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去，我要去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都是借口，都是理由。你要把那个除掉。同样的，如果你要成为关键的领袖，你要成为神所兴起的新世代，好不好？问问自己，把你自己的生命带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有什么是我该改变的？有什么是我应该要除掉的？我是不是要除掉我的旧生命，我的旧思想，我的旧的生活模式，我的旧的这一些不符合你心意的我的观点，我的说话，我的 lifestyle， 我要把它除掉。你不可能带着一个旧的生命要来跟随耶稣，你不可能带着一个没有改变的生命你要来奔跑天路，你跑不了了。当一个运动选手，他要来参加一场赛跑的比赛，他不能带过去的那些他跑步跌倒的照片贴在身上，然后去跑步。他也不能带过去的这一些的软弱来跑步，他要面对他的未来，所以非常的重要。这是耶稣给他第二件事。你看以弗所书第4章21到24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把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我要让你看上面那一段啊，这里说旧人是什么？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你知道什么叫渐渐变坏？渐渐变坏叫做不知不觉啦，不知不觉。温水煮青蛙。什么叫温水煮青蛙？青蛙在温水里面，它不知道那个水在加热。当它发现的时候，怎样？它的下半身已经熟了。罪就是这样，不知不觉，慢慢的渗透，慢慢的影响。旧生命就是慢慢的根深蒂固，然后把你抓住。当有一天你发现的时候，来不及了。所以要把渐渐变坏的把它改变，把它脱去，心思意念改变，然后才穿上新人来跟随耶稣。所以你愿不愿意除去你的旧思维？这是我给你的挑战。你愿不愿意除去你的旧生命？你愿不愿意除去你的旧态度？所以耶稣下了3个指令，第一个叫做起来，第二个叫做挪走或拿掉、除去，而第3叫做走吧。起来，挪走你的褥子，或丢掉你的褥子，或除掉你的褥子，然后走吧。耶稣不是说起来挪掉你的褥子，坐下继续躺，没有，走吧。什么叫做走吧？走吧，其实它的意思叫做离开某处出发。离开某处出发，那在这个处境就是离开毕士大池出发，从这里出发，离开这里。我是从屏东来的，我是搭高铁来的。其实我可以有各种不同讲法。我是从屏东来，我是搭高铁来。可是你知道吗？我要怎么来到士林长老教会？我要做几件事。第一，离开我家。我上一个行程是在我家，我离开我家，从我家出发，开着车子去到高雄左营高铁站，然后呢，刷票进门搭高铁，然后呢，离开左营来到台北。来到台北之后呢，我要离开台北车站，搭上捷运来到士林站。来到士林站呢，离开士林站出发，走到士林长老教会。所以你看到我没有？我要不断的离开啊！离开不是只有一次，我不可能又在屏东的家里，人又出现在这里，那不就很奇怪吗？那你们到底是看到鬼还是看到谁啊？所以你一定要离开。好，弟兄姊妹，让我问你，你今天是怎么来到教会？离开你上一个地方，你不可能不离开上一个地方。你的上一个地方很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吃晚餐，你不可能吃一吃以后，然后你就继续留在那边说：“哇，这里真好，哇，要加素席呢，哇，这个地方还有冷气呢，哇，这个地方还有音乐呢，哇，这个地方灯光美，气氛佳呢，我们就留在这边啊就好了。”当然啦，因为现在有直播嘛，所以 maybe 有些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线上朋友，你好，你现在在哪个地方？你现在是不是坐在那边吃东西啊？当然我是开玩笑的啦。你会离开，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想离开，我们觉得就现在这样就好了。你知道教会不复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想离开，我们觉得原来这样就好了，原来这样就好了。我有一个牧师朋友，这个牧师朋友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有点难过。他为什么有点难过？因为他被原来的教会告诉他说：“好吧，你们就你牧师，你就做到今年了，然后你就去找你未来的教会。”他很难过，我就问他说：“发生什么事啊？”他说：“我没怎样啊，我就是一直传福音，一直传福音，然后带了很多人信主。其实我认识他，他确实是一个传福音很有热情的牧师。”他说：“可是当我开始传福音，开始带很多新朋友来的时候，我的教会，因为他的教会其实很小，
然后是由大概3到4个家庭或家族所组成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其实那个没有多少年了。那我这个同学他是第2任还是第1任牧师，我有点忘掉了。然后因为他带很多新朋友来，所以很多新朋友哇进到教会里面来。我说你有没有 complain 过什么事情啊？怎么会莫名其妙要请你离开？他说有啊，他们 complain 几件事。第一，牧师啊，你他传福音，他带那么多不认识的人啊，现在我们教会每次来聚会，旁边我都不认识啊，感觉好陌生啊。这第一个。第二就是，牧师，你知道吗？从这个教会开始今年第4年了，我每次都坐固定那个位置，现在都被人家坐去了啊。这第二。我说还有没有？有啊，牧师啊，你礼拜晚你都跟那些新来的讲话，你都不理我们呢。我聘你不是来跟他们讲话的呢，你要来顾到我们的需要呢。我们这几个家族我们一起大家出钱来盖这个教会的呢。你现在你要顾到我们啊。这个教会在呈现什么？我不想要改变，我不想要成长，我不想要复兴。弟兄姊妹，他忘记什么叫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教会就是要去把未得救的人带来。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哇，尝到耶稣基督恩典的好处，赶快去告诉没有尝到的说：你来信耶稣，你生命会改变。应该要充满很多不同的人。2003年，我回到我的母会屏东和平教会，当一个传道人。我回到那里，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封牧啊。我之前在台南3年，然后回到我的母会。哇！我在2004年，我第一次办圣诞节的布道会。我们真的很努力，到处发福音单张，邀请很多新朋友，然后邀请这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然后去到学校里面去找这些学生，然后鼓励他们，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圣诞节的布道会。就在圣诞节布道会开始前，大概差不多40-50分钟左右，那时候我还在我的办公室里面的时候，哇，就有一个人就很急的跑到，就听到他的声音，然后就走靠近我那边，就哇一直敲门。我说请进，那个人就进来，哇就很生气，走到我的办公桌，我的办公桌是在这里，我坐在那边，他就靠得这么近。牧师，我问你一下，为什么外面竟然有那种染头发的人跑进来？还有人穿拖鞋呢，我都在他们身上闻到烟味呢。这样的人可以进到圣殿里吗？我很生气，我就跟他讲说：“你先不要生气，我怎么可以不生气？我们教会从来不会有这种人跑进来的。”哇，很生气，我就说：“你先安静一下，你听牧师告诉你。”我就问他说：“你觉得他们需不需要耶稣？你觉得谁需要耶稣？谁需要救恩呢？福音要传给谁呀？”我说：“就是传给这样的人啊，传给你看了很生气的那些人，因为他没有办法认同自己啊，然后染头发。当然现在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那是17年前，现在什么人都可以染头发，对不对？我们还有会友建议我染头发，我说牧师，你头发太多白头发了，把它染一染，染黑。我就说，你看到他们穿拖鞋，你就觉得怎么穿拖鞋可以进来这里？可是那是他的庶民文化，他没有想那么多啊。你说，他身上闻到烟味，我说感谢主啊，任何人都可以来信耶稣啊，他们都需要耶稣。哇，他才慢慢被安抚下来。你知道，改变是需要离开我们原来的位置。改变、突破或者更新，需要离开我们的软弱，需要离开我们的旧思维，需要离开我们旧的 lifestyle。所以毕士大池回到原来的这段经文，他说这里发生在毕士大池，毕士大池叫做仁慈之家。可是一个有意向、有梦想的人，
不应该停留在靠仁慈过日子的生活。我们应当在恩典上面刚强而前进。你不能只是靠着神的仁慈，上帝，我只是来依靠你的恩典，你给我恩典我就满足了，我就这样，不能只是这样。所以这一个人本来在毕士大池，他就是消极、停滞、长久的软弱，没有任何的行动。他每次都是逃避、闪躲、不负责任的人。而今天就是他突破、改变的关键时刻，而他唯一要做的，就是从毕士大池离开，出发，从他的消极离开，从他的软弱离开，从他的被动离开，从他的羞耻离开，从他的旧生命离开，而朝向他所渴慕与立志的目标出发。这就是他所需要的。而今天一样，面对我们自己，128年前马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棒一棒应当接棒。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些的年轻人，我鼓励你，你来告诉耶稣，耶稣啊，求你兴起我，就像我的长辈一样，就像教会这些一代一代被你兴起的人一样，今天应该我们这一代也要被你兴起。你就要从你现在所在之处离开。你没有离开，你不会前进；你没有离开，你不会出发；而你没有出发，你不会到达目的地。就像你没有从你家里出来，你今天不会在这个地方参加这一场的聚会。而今天最后要留给你的就是，那你准备好要离开了吗？再复习一下今天所分享3件事情来省思我们的生命。第一个，我们的态度跟行动才是定义我们的渴慕跟立志。你的渴慕跟立志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从你的态度跟行动就知道你的渴慕跟立志是什么，或者你有没有渴慕跟立志，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逃避跟闪躲自己的责任，会毁坏你的渴慕与立志。如果你有渴慕跟立志，可是你却不要负责任，你的立志、你的渴慕会毁坏。第三，就是有3件事情成就你的渴慕跟立志。对这个人来说，他要做3件事：起来、除去跟离开。对你来说也是一样，你要兴起啊，你要觉悟，你要醒过来，你要聚集你所有的精神起来，你要除去一切的软弱，你要除去一切拦阻你的部分。然后你要出发，你要开始往上帝带领你走的路，一直不断的往前进。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也要请诗琴来帮我来弹回应的诗歌。我们每一个人闭上我们的眼睛。今天的信息告诉你什么？今天的信息告诉你，耶稣好棒棒，他可以医治人。哇，耶稣能行神迹，是，这都是。但今天的信息我在讲教会复兴。教会复兴关键不在策略，关键不在什么方法，关键在每一个教会的组成分子，你和我。我们都有我们的渴慕啊，我们都有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立志啊。哦，主啊，求你兴起我啊！哦，主啊，求你兴起教会啊！哦，主啊，求你复兴教会，这是我们的渴慕，我们的立志。可是，我们又有什么态度？我们有行动吗？我们只是在等机会吗？这一个人在毕士大池就只有做一件事，等机会。但等38年，等不到机会，继续在那里等，毫无作为。这个人逃避责任，但是我要问的是，你承担责任吗？建道教会不是我的责任，是牧师的责任。建道教会是长老的责任。建道教会是传道人的责任。建道教会是那些长辈的责任。不，我们就是教会，教会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你的身体要健康，不只是心脏的责任，是你全身的责任。你的全身要一起运作，你这个人才会健康，你这个人才会成长。你知道吗？你的身体如果有哪些部分不运作，那代表他生病了。
你的胃不运作，代表你的肠胃有问题；你的手不运作，很可能你的手是有问题的；你的脚不运作，可能你的脚是有中风哦。你的心脏如果不运作，可能就回天家了呢。每一个人都要运作，每一个人的责任都要承担起来。所以今天我要问的是：那你愿意起来吗？你的生命有什么要除去的呢？你愿意从现在开始离开你的现况吗？你愿意往前，一直到神要你成为的那一个人，一直到你要去达成的那个目标吗？今天这个答案只有你才能回答，而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放在圣经当中。主啊，求你透过这段经文来光照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必须在你面前真实的悔改。我们常常把一些教会复兴、传福音都只停留在脑海里，我们常常也有可能找很多借口不做。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花俏的借口，但主啊，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说到做到，我们立志就带出行动，帮助我们不断跟随你的脚步。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同站立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做回应。我在神学院毕业之前写的这首歌，那是我的励志，我的回应。我们一起把这首歌当作我们的回应，从头一起来唱。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我需要有你。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从头再来唱一遍，一起来。哦，主，求你保守，把这首歌当作你的祷告，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一起来，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副歌再来唱一遍。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来，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请诗情继续弹，弟兄姊妹，你需要有耶稣在你的生命。可是你知道吗？这位耶稣在圣经里面所跟我们启示的这位耶稣，是一位走遍各城各乡的耶稣，是一位到各处去领回失丧的羊的耶稣。如果你说你真的要跟随耶稣，你必须不断的出发，你必须不断的离开，跟着他的脚步。如果你要在耶稣的同在里，耶稣是不断的往前进的，除非你跟着他不断的往前进，否则你不会在他同在里。今天你必须做一个抉择，你要不要不断的离开你的现况，一步又一步不断的往前去跟着耶稣的脚步。耶稣去到高山，跟着去高山；耶稣去到平原，去到平原；耶稣去到海边，去到海边；耶稣去到各城各乡。你去到各城各乡，你说主啊，让我永远没有停在我原来的地方。我不是停在原来的地方，只是要享受耶稣恩典。我要去到每一个地方，去传扬耶稣的恩典，去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的教会128年了。128年前是马偕在我们当中，而128年后有谁呢？有没有一代又一代？有没有年轻人愿意起来？有没有每一代代代有人说主啊，兴起我来，让我与我们的牧者，与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个人一起强盛的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把福音往外传扬开来？有没有哪一个人这是你的立志？你听完今天的信息，你要带出行动，这是你的立志吗？如果是，待会当葛牧师数1、2、3的时候，我要有这样立志的人，向着耶稣举起你的手。你不是要举给葛牧师看的，你是要举给耶稣看。你要跟他讲说：耶稣，我今天是讲真的，我不是手举举就放下来的，我是举手，只是代表我要开始行动。我不会只有举手，我要真实行动，我要负起责任，我要勇往直前。如果这是你的立志的话，待会当我数到1、2、3的时候，我要你向耶稣举起手。让你举起手来就可以放下，因为你是给耶稣看，你不用一直举着，你举就可以放下。然后我要带着你祷告，预备好了吗？1、2、3。我看到很多手举起来，很多手举起来，把你的手放下来。我要带你做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把自己献给耶稣。所以刚刚有举手，或者刚刚你来不及举手，你在挣扎，但是你现在你愿意这样立志的人，待会当葛牧师祷告一句，我要你跟着我祷告一句。我们一起来祷告说：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领受了你丰富的恩典。如今我要起来，求你兴起我，让我被你使用，跟随你的脚踪，传扬主的福音。我不要停留在原处，我要离开去跟随你，我要踏出行动的脚步，实现你对我生命的呼召。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求你帮助我，让我成为实践的人，不断的实践你的真理。
谢谢耶稣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最后，让我来为大家祷告。耶稣，我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好多弟兄姐妹，老老少少，他们在你的面前举起他们的手，我相信他们是表达他们的渴慕跟立志。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需要你，不是一次的立志就一切事情会成就，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求你不断的鞭策我们，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永远没有停留。我们每一天踏出一个步伐，就是一天要比前一天更深的经历你，一天要比前一天更多的跟随你，一天要比前一天更多的来成就你对我人生的使命跟呼召。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与我们的牧者，与我们的传道人、长职、全体的弟兄姊妹一起，把我们的教会强盛的建立起来，把福音向四围的人传扬，让人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128年前，你的仆人马街在这里耕耘，128年后，就是我们这一代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这样的真理来帮助我们，也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和称赞。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大家一起说阿们。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把掌声归给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他，谢谢他奇妙的工作，阿们。大家请坐。我们再次拍手，谢谢今天葛牧师的分享，感谢他今天这么激励人心的。你要痊愈吗？哇，葛牧师可以吗？这个声音，再次你要痊愈吗？不要再疑惑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得到了最重要的3个重点。第一个，你要拿出什么？拿出你的态度跟行动，对不对？我们教会上个礼拜天刚刚献堂完成，一结束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同工都怎么样？立刻回家就休息了，非常的辛苦。然后呢，隔天我以为我已经要准备离开士林，因为怎么样？好像一切都停下来了，对不对？可是呢，马上就有同工提醒我说，传道，是不是我们要转发这个礼拜周末的培灵会的消息？哇，不是建堂结束就结束了，好像还没有从建堂礼拜的疲惫当中喘息过来的时候，已经有人预备好这个周末要继续走上帝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我们没有停在那里，我们所看的影片，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影片是建造持续在进行，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天就继续的建造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周末里面，我们持续借着葛牧师，今天晚上是第1场的培灵会开始，明天还有2场，9点还有1场，10点半有1场，是不同的信息，不是同样的信息，2场都不同的信息。所以我也在这里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牧师刚刚说拿出态度，对不对？然后呢，要行动，要离开舒适圈。所以挑战你2场都出现哦。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的时候，没问题。我们现在教育馆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再也不能说不够做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教育馆有从地下室到除了6、7楼大概还不能做之外，其他每一楼层都有办法给它做满。那我们就看到每一个人在今天晚上所领受信息，不是就听而已，我们真真实实的离开我们的旧有的生命，离开我们旧有的习惯。挑战我们，从明天开始就有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再次感谢葛牧师今天晚上的分享。跟你旁边的说，我明天就不同，我现在就不同了。不要等明天了哈。那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互道平安。如果你还有想要跟葛牧师叙旧的，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等一下还有一点时间。来，我们起立，平安。